每年6月，LGBT 群體都會舉行 The Pride Month 活動，喚起大眾關注。各國軍隊又會點對待軍中同志呢？其實長久以嚟，軍隊一向都因為團隊凝聚力、軍人心理健康為由，或多或少排斥 LGBT 群體。以超級軍事大國美國為例，同性戀一向係洪水猛獸。老布殊年代，國防部長切尼承認過去10年政府調走或革走17000名同性戀美軍士兵，因而花費軍費5億美金。直到90年代，克林頓總統終於制定 Don't Ask, Don't Tell 對策，軍官唔問，士兵唔講，先讓同志士兵隱形般存在。2011年，奧巴馬連 Don't Ask, Don't Tell 都已經廢除，同性戀者終於可以公開身份並自由服役，係平權嘅標誌性事件。相比美國，其實歐洲更加開放，對 LGBT 相對寬容嘅法國，1999年已制定政策，讓同性戀可以公開服役。德國亦都喺2000年發出軍令，士兵喺服役期間以外嘅性關係同埋性行為，均被定義為無關緊要。英國皇家海軍、空軍同陸軍2005年起，先後加入 Proud to Serve 計劃，確保對軍中 LGBT 給予平等對待。你覺得保衛國家同性取向有冇關係？不妨留言回應一下。